以死。哦，不开始哈。好，今仔日人拢迟到，稍等下哈，稍等几分钟啊啦，等其他的人，毋知其他的人会照交的歹讲，我啉一杯仔去滚水吼。什么？外面的车对车来。三年你毋知有看直播吼？你看我直播画面，敢是即个 PDF 档案的画面？应该是，但是我即个画面看起来敢若毋是。本来昨想要读，结果我昨袂记个设定。啊，是临时若要搁读，我惊讲大家无方便。结果今仔日36分啊吼。好啦，咱直接来读，互着有录音嘛吼。好，顶回读到即个啥物人？林菊吼，伊对菜市仔收单，要转去厝的时阵，伫咧路呢看到一寡狗囡仔吼，甲人黏伫咧门口的即个红圆共吐落来吼，那个涂骹。好，咱对遮开始读起吼。实在是袂晓讲吼，讲补过的红圆有偌好食吼，敢若麻糍吼，敢若麻糍柔软会滴吼，囥伫咧喙呢，啊，佫会去夹着籽吼，啊，无怪即群破狗吼。转到厝已经12点过，读3年的弟弟已经煮好饭菜，而且煎一枚红边吼，这鱼仔我无介绍吼，红边。咦，遮大尾是要啥人买的吼？弟弟加即个伊的头毛头鬃吼，头前即个头遐遮加侪吼，后壁是颔棍啊，含颔棍侪吼，倒头鬃，面诚圆，锁伫伊的目睭起哦，刻甲变较细蕊。伊若讲替因妈妈来添饭吼，热菜是三姨婆含伊上细囡仔启明舅仔掠来。哦，啊，你若会还袂去学校？毋是下午班，下晡的班，啊，就今仔日放假。啊，恁爸人咧？
已经食饱去找文德伯行棋。哪着食？行棋就会饱。饮剧啊，手面洗洗，当要白饭的时阵，当白饭要食的时阵，佫问讲阿嬷咧，猪仔咧？因已经食饱，阿嬷牵猪仔去五婆因厝开讲。葱仔尾我拢有切好，摕去试鸡仔抑佫有今仔日来2个去食，我分2角银互因。饮剧平常时拢甲卖菜刀仔内底的烂山的老七八个囥伫一个特别的一个拖仔内底，交代查某囝讲，交代伊的后生查某囝讲，若有去食一定爱分因吼。好，我知。你也来食啦？狗皮咧？猪里也本来面有笑容，互伊问即句，嘛白才开始悠悠。伊对9点半出去耍，到即摆人佫叫袂转来。饮剧也着真真懊恼，要怎讲？伊讲你食饱才去甲叫，着讲我伫厝里。伊若批你上吼，竹锤仔随时你等候，互一顿粗饱。母仔囝2个人对坐咧食饭，饮剧也因为有心事，偌久一看，知影猪里已经离岛出门去咯。饮剧着随手闭规喙。平常时伊即个时阵总是枵甲大肠过小肠，无食2-3碗，就袂堪伫。谁知影今仔日早起看着阿德啦吼，这应该是读做德。阿德的款，还是我查一下即字。甘利店毛德东，所以应该是读做德。即字以后定定读着，所以我所以是第8声吼，德毛德东才对吼，所以是德阿德吼，第8声。谁知影伊今仔日早起看着阿德吼，饮剧的一双弟无心硬着鱼，即无红边是红边啊红边，头练着身，大约笑外长。我现野者。猪里甲伊切做对半，煎8分熟才破豆油。红边是无幼刺的，只敢有一条灵尊骨。因担鸡含木营，甲全身的肉吐去食。伊转来时，还看到头甲细细粒仔的鱼目睭，即个头无去啊，当然是去互猪里食去吼。邱老师的鱼中道嘛是有煎过，佮破豆油吼。若是伊即马佮健在，伊安尼伊的人含迄粒便当，只敢若会当互伊佮笑脸袂煞。但是伊却伫咧迄种硬扯长度的情形之下，自伊的目睭里消失，自安尼就无去啊。莫讲是躯架大细吼，连伊都毋甘愿。躯架是即个邱老师吼。迄年日本人离开后的第2年，丁亥年2月春分前的几日，伊这讲啊算诚客气吼，其实就是1947年啦吼。2月当然讲，就是2月8啦。其实即本小说讲的，就是一个2月8受害受难者伊的故事伊的家属的故事吼。所以你敢若即本小说是当时
当时出版的，我看觅，迄当阵228，应该阁是白水春梦。歹势，我查一下吼。我看觅，wiki。1995年出版的吼，也就是我想看觅吼，95年也是民国84年，就是已经改严几若冬啊吼。84年，OK，所以迄当阵应该是无问题啊啦吼，会当讲228事件啦。但是迄当你看伊小说原来写甲算，毋是诚暧昧吼，毋是讲啊足明白的吼，所以你毋知影人可能都读过吼。因为1947年啦吼，228的事件。透早5点半，天要光毋光的时阵，四色已经若要冷，阁若毋冷的时阵，25号的伊吼，林菊啊吼，含牧营载着2大笼的菜。我这想要甲放较大，稍等下吼。载着2大笼的菜，对大区田转来吼。伫咧经过白水湖国小的时阵，伊远远看到伫咧迄个双车路口有2只铁步啊吼，所以边个铁步啊，有2只吉普停伫遐，因为占着路中央，往来又阁无半人，伊自然双目直直甲浸吼。2台车并排活的，内底的人大概是互相有意见，所以踮遐咧争论，讲啥物人要先，啥物人要最后吼，当遐比骹画手。即当阵对后头又阁驶来一只乌头仔车，因为天也则拍浮光，伊原本是看袂清楚，也毋是讲真要伊，但是愈接近，伊才看着讲铁步车顶头坐的人，竟然是伊熟悉的人，双轮医院的院长。双轮医院的院长轮坐伫车顶，伊家己喊伫讲生苦病痛，有代志嘛是干若去回春堂去中药堂啦吼，中药堂。但是轮是白水湖大学通人知的人，听讲伊读的是日本出名的大学，而且是医学博士，娶的是伊娶的看守是咸水工人吼，咸水人，而且才20外公里。伫遐嘛有开分院，大概是假日来去安怎吼？详细情形伊并毋是拢足知影。白水湖第一出众的人才，伫咧透早穿困衫坐伫咧迄款的车内底，到底是怎样的意思？伊还阁毋知，阁无明白吼。乌头车另外一个人，互伊大声惊一条，曲线者是曲英娇老师。迄一段路是小小的即个行路尔吼，伊闪身过的时阵才看清楚，但是车已经走差不多20-30尺远去啊！伊一边叫一边紧急跳落来，将车头摔转弯，2支骹紧打无停。无闲啊，看到即说明毋对，自然甲停落甲话讲金菊啊，伊无咧插伊。骹愈打愈紧，无影伫身躯后第三遍叫伊的名时，伊才回应一句讲：“你先转去，今仔日生理有做无做袂要紧，车内人是曲线，我来去看是到底是安怎吼。”无闲啊，骑车佫退转来，甲骂讲：“啊，你青面牛，空有气力，迄寡人是啥物人？你敢知？”我现野者，伊全无甲应。遐全是好量霸标，你知无？敢若看讲已经要接近，但是伊伫遐
然后你插模型去看话，伊一面回头一面讲，别项由你做主，拍算我无意见，但独即项我一定要做，吼，若无会死。伊从来毋捌讲过即种话，模型一时去互伊惊着，着定诶，拢无叮当。伊一个人，伊人一到，先是开车诶人大声喊讲，大声甲喊着。另外一个穿深色诶衫裤对伊讲话，伊是半句拢听袂来，只停车看着曲线是。曲线，伊就踏踏行我，一边问讲：老师，你是怎样？伊用一种差不多叫要哭出来声调咧讲。老师看着伊，还袂开嘴。吉普啊顶头跳两个人落来，变面大声骂，一边用手势比手势，爱即时爱离开。迄当阵，老师毋知影甲车内另外一个人讲啥，即两个人就去互叫上去，然后三只车齐声发动，伊若着急，隔伫车窗连声叫讲：老师出先生！车窗玻璃摇落来，屈先生面侧着脸，我不晓讲哈，小可探出伊的面，无正面看伊就对啦。愈来愈光的天色内底，沉重的讲一句：你含伊赶紧转去，大家拢保重，爱好好活着。林桥阿煞讲袂出话，老师面部的表情。车窗又搁去互顾起来，三只车就一只驶走，共迄个时间放出一阵的乌烟。医生圆直哭，到到迄个车伫咧网里拄变水变甲无去，伊才开始转骹站地。转来以后规工，伊才发觉家己连迄个也无来水。地理就是迄当阵才有诶。以后伊根本就无心通做生理，毋是去苦家去照顾因老诶岁，就是逼模型死过去探听，问看会当任何好拢消息拢好。迄一阵，伫咧菜市仔嘛完全拢变相，原本大细声话诶人，忽然间拢阴沉怪气，任何人拢着爱讲话，着爱搭耳孔讲，无人敢大声讲话。伊呢，三日卖毋着菜，两日赚毋着钱，颠倒，白主义哪是即款样咧？甚至伫咧战争空袭诶时阵，伊着拢搁活跳跳。毋若是白水湖，传说讲义德、咸水、东石、朴树等地等所在嘛，有无一个人同时来失踪。我现页。崇德迄一年3号，伊时常去甲抱，一面来等消息。后来无闲一个好心的同事偷偷甲因讲，即项代志，天大地大，也是莫探听较好。即寡话伊一直拢无对苏曲姐也提起，照辈分着爱称伊是师表才对。但是两个人只敢若差6、7岁，老师也毋捌正式来教伊，伊含先生嘛拢坚持即个称呼。慢慢1年2年。如今10年就拢过去啊，众人也毋知要死心还是歹死心吼。但是原本怀抱的希望，已经像即个水泡一点一滴渐渐来破灭。林桥个食过饭，一面来回想，一面日落伫你早先所泡的迄寡衫裤。地裤泡随伊的动作起落落，忽然间心情又搁忽然间破灭，一时圆一时消散。世间所有的代志，敢讲拢像即个泡相款，变异不足吗？伫你竟然想着讲替伊洗衫，一看就知力头无够，落过即几领拢洗无起，也无洗清气。唉，伊至少要着到6、7年才敢想讲要休喘吼。当你安尼想的时阵，车底仔两个人已经入门吼，狗婆哪行哪吼，一双手直暖家己的目睭，一双手直落目睭吼，两个鼻孔血擦擦流，滴到喙角，喙内也毋知迄个烂泡还是目屎吼，哭一声骂一句讲，臭条中
知恁祖嘛，敢拍恁祖公，路头路尾莫互我张着吼。林桥看伊安尼，先是又搁气又搁急，听伊后壁即句话，锤啊举来就甲拍，互你食啥物饱？要来糟蹋谁？一身敢若土牛，我毋是铁人呢。毋食牛逼，你才几岁啊？敢错人吼？错的是共骂吼。妈妈个啥物毒枭？毋是换恁娘，互人错。狗婆委屈讲，啊，伊毋甘输赢，零引子毋互我。林菊啊，得片，等下一面，即原来读即字汉字看无吼，一面应该是处于去洗身躯啦吼。一方面倒温泉的水来，先用手试，温泉就是热水瓶吼。先用手试咧，想到伊佫骂讲，伊袂啊转互伊啊，零用钱若食会饱吼，我若着4点5点就出门，你是苦我袂快乐哦。现野一个，所以第一回到遮吼，我有毋对，我搁现一个。第一回到遮，咱搁来煞来看第二回。金雀徛伫咧前厅，已经有一时啊，感觉骹骨酸，就凊彩找一个椅仔来坐。但是才无2分钟，伊佫徛起来，四过行，四过后袂行。伊穿着看茶夹，这一来一去，声响袂停吼，家己就去互这插夹声插甲烦。初出门的人偏偏还袂入门，伊忍不住，伊挡袂牢，就佫问讲：是叫啥去咧？一边咧管事的细声应讲是阿飘。金雀就骂讲：伊有别骹，伊是有别骹无？啊去遮久，若去梯顶嘛差不多到咯。第二回吼，你若即个拼link我若爱改吼，小等下我看觅。着爱改吼。18554，我来改一下拼 link 吼。哪会无？歹势吼，我拼 link 都爱寄出来。我电脑足慢的，小等一下。哇！我开个 Gmail 开无开袂起来。哦，开起来。写一张 email 啊，足久诶。是咧，小等下吼。因为我搁直播，我电脑搁开一个直播的软体，我这所以电脑搁老啊。set， 哦，寄出来。Gmail。Gmail。
调出来对啊。哦，即马才收着。Copy URL。Paste add link。好，顶头这 pin link 是第2回的 link 吼。歹势，伊这第2回项我另外咧读的这第2回无共哦。哇，有几步，结果我看觅吼。嘛是有啦吼。你即马若开即个 link 顶头，9到我这毋知要安怎讲吼，就是我即马读的吼是这第2回对，但是伊这只这 pin link 顶头是伫个差不多。好啦，你家己找啦吼。金切啊，遮就讲到金切啊，叫人去问消息啦吼。咱继续读咧吼。你家己先，当遮你讲的迄个叫阿飘的高人转来吼，可是背后并无半人，伊就话头家转来，即个人满头面的汗，中医西医我拢有请，但是花春堂的伊出外还袂转来。我等半点钟，又去十全医院，医生嘛是咧王进，我毋知是要等啊毋等吼。先转来问一声，你袂晓敲电话哦，电话都袂通。金车心里想来想讲，无等袂用的，要等佫误事，一时也无注意，伊就讲，你佫行一段，然后伫的2人拢甲请，若无就叫车载你去破主院内靠遐，想伫就叫双吼，莫逐项拢咧问。车翻的人吼，车用的人一行走吼，金笑就发觉讲，拄则一大声，心好举起来，脚趾片唱歌吼，老唱歌，伊一面切一面摸家己的一牵刀，想代志讲，毋知为虾米自细汉伊的腹肚就圆，同班的人，逐个拢叫伊金龟吼，腹肚摕摕啦吼。歹势，逐个叫金龟，伊的倒手挂一只一个手指吼，特大长形的囡仔指吼，足足一娘重，任何的笑面也无经过伊断过吼，袂当准算。即当阵啊，王如一直伫咧病床顶，前后已经个月，有一阵啊，甚至离房的新妇孙仔，也是查某孙都拢分袂清楚。只敢若伫咧篮后内咧叫讲金切银川，白水互人私底下毋叫伊个王如，逐个拢正人拢共声拢称呼伊钱伯啊。OK， 当年镇上对外地为伊的通道亲石街真话溃。日本人为着要发展港口，命令街后规排的大厝后院全部拍掉。当年家家户户后院三巷吼，即双倍加出来空间，加上原本的旧巷路，甲石头一铺落吼，迄个点仔甲一空落，就变做超一宽阔的迄个新车路。白水湖真侪人家。因此呢，前后门就对换吼，本来是后门，即马拢改做变头前门。新车路上，钱伯啊原本就是开几间啊，含日本人合资做糖做盐生理的株式会社。日本人匆忙一走，中国船来，伊的店面颠倒较增加。对乙酉甲己丑这4、5年来，伊
更加是趁入无数家财。建一年以后，中国船停驶，白水湖港也已经算迄个沙中积沙吼，这边来发现。但是往日已经成气候吼，钱拢趁啊饱吼，大家商哇很雅致。大街上所有挂着往记招牌的，拢是伊的事业。超凡半世人，老人嘛是免不了爱倒来吼。而且甲财产分互两个后生。金策是少年时就交拍算盘，读2年的时初级上课，就替老爸咧管校。文川是读册人，高等师范毕业，才转来白水湖教书。兄弟两个怎样分食外口人毋知，但是偏偏细像一对食家己的饭，烦恼别人厝人代，烦恼别人厝内代志的。因一人一喙就讲是，你看，米甲、客栈、戏园、报庄、观茶店、好运行，抑佫有远洋近海十几只发动机船在内，抑佫仓库内底佫2只大切自动车吼，钱全伫个目里，全看伫个目内就对了吼，看会到才安心嘛。文川就不然。伊做校长以后，钱项大细拢交互因某看顾。迄个黄金印，不只有耐力吼，更加是理财专家。众人拢讲笑讲，哇，即个人吼，可能是专门出生要来算钱的吼。讲即个文川因某啦吼，黄金印。听讲店头生意无碍，分了3甲土地，剩的拢是现金。除了大头仔甲凌云，因2人的孙中山拢囥伫个银行内底。才不止咧，伊伫个即个隔壁镇吼，外县市买无数的房屋土地。白水湖人看金策是安尼吼，逐工摸着即个一片大片图吼，徛伫个6个店面的大洋房。即个银钱卡即个指数调度吼，指示吼，一时也袂晓翻吼，调度指使调度啦吼，目睭呢看的拢是伊的钱财甲长工，每一工钱入钱入实在有够爽吼。但是时间一久，众人又有新的看法咯。哇！即出戏真正是看无，王银川甲黄金银才是厉害，因为一庄头无人想着要去甲因借钱吼。这校长嘛吼，金策的是做生意吼，换厝内事业。金策一个来回，毋知有几摆，请医生的人出去，若无啊，想着伊就佫骂讲。那你叫一只夜间去嘛已经够啊吼！伊行咧，即个内房来探头吼，老人倒伫个眠床顶，哪咧困哪醒吼。阿蕊啊，甲金面2个人吼，翘骹静坐伫一边，伊就手叫家己的某出来问讲，有精神无？阿蕊啊摇头讲，只是心肝仔遮。佫小可仔晕吼，但是叫也袂当应吼。你去听看，迄厝内气遮粗，厝入去较我现伊啊，厝内气遮粗，厝入去较幼吼。金策一时嘛无注意，阿蕊佫问讲，大细细拢伫外面，要敲电话叫因转来无？2个兄弟啊，拢已经50过啊吼。上大个查某囝春翔春水嫁去外地，中间的即个男丁颜清颜志2个即八兄弟伫咧台北读大学。阿蕊啊，佫累着无佫生啊吼，
今年啊，却伫咧36、7高龄的时阵，连寒2胎，细汉查某囝春姬，如今15岁，啊，逐工通车到新营，细汉后生又搁伫国小吼。金切想着就讲，台北迄2个是着爱救啦，啊，厝诶即2个细，毋是4、5点就出门啊。即当阵黄金面伫咧内底一声嘛，行出来讲，阿兄阿嫂，伊人粗气吼，声哨确是极清啦吼，清扬应该是粗气，但是声真悬啦吼。若敢若是乐音安尼吼，少女诶时阵，伊是台南发话是出家师傅讲伊是声音好听，是一个人情世无恶口骂人吼。今年就随便穿一领加上服，人又搁欢喜咧发展吼，所以徛伫阿瑞啊身躯边。金切一时也袂感觉讲家己的某是安怎，但是即一徛咧，伊才看会出讲牵手是伊家己牵手是相当的出色吼。迄个黄金面，日夜你甲钱财高高甜吼，规个人愈来愈像钱桶吼。就讲，毋过我来进前已经甲阮文川仔敲电话吼，小等下伊会带迄个眼扑转来吼。每一遍看到伊吼，金笑拢无法度将即个人含伊的声音连想做伙吼。伊小停一个，小可拄则小可细心吼，即嘛小可人小可回神，伊才讲安尼就好，安尼就好。抑阁有春季是准时坐4:20迄班车随时就到，只有春水。我则想要问讲阿兄阿嫂意见。金笑着讲，嫁出门一家一业照规矩，即个时阵也无通知查某孙的道理啦吼。因2人也算好啦，若是大口罩一个家2个迄大家官，佮大细是免走会开卡吼。金面也讲，是啊，春祥伫咧立齿轮啊算棍，春水也嫁去台南，路头拄天。当你讲的时阵，头前消防找人来讲，因为车调度的问题，2个司机敢要相拍起来。我现也者，当你无用，搁头前佮你相拍。金切啊，就骂一句，骂一句话，回头交代因同师啊2个人讲。现在是新世界，也无一定爱照旧例啦。恁2个人参详看觅啊，若有时间转来看阿公嘛是好啦。阿蕊啊，就催伊讲，知，你赶紧去甲看者。金切啊，随着迄个人出来听，经过天井，搁挖一个传筒来到头前厅，踅到店面即边来。头前2个粗勇的司机。搁带2个倒车的捆工，真正拄则要动手起骹动手的时阵，即边就骂讲，我行路草线吼，3步一窟吼，转甲叫要弯腰，啊你今仔讲迄啥物轻骹话吼，迄边就应讲，啊谁叫你吼，迄条路草歹，世界逐个拢知，你当初嫌太保线物件重，搬甲叫要转去。起倒专利的话吼，金切啊，甲话听清楚，就2个人中一徛讲，啥物代志？问4班关袂捌吼，意思讲啥物代志，讲到外口人拢知安尼吼，有啥物大代志会当安尼吼冤家。这2边拢搁咧生气吼，看着金切啊，白一丸，隔伫咧中吼，一团毋是一丸吼，白一绳啦吼，讲一绳遮大绳吼，隔伫咧中，感觉好笑。2个人讲伊吼，天判也挺好报啦，啥物当袂当解决的吼。金切自少年时阵开始管小吼。
才含长工做伙吼，伊知影每一个人的心性吼。歹势我的手机啊莫名其妙一个 app 煞开起来。伊知影正人的心性，所以厝里即寡人吼，也无一个看伊捌迄个起性地生气过吼。有啥物毋对，叫来面头前吼，讲伊两句也无人甲，这写这啥物意思？伊旦伫出档话去骂人吼，上气的时阵总是讲一句：我听你咧唱吼。看因两个人要笑毋笑吼，金笑的就讲好袂？恁两个若食伤饱，去驶车啦吼。两个人也是碰头碰面吼，无一个应答吼。金笑就讲，若无代志去困啦，有话才来找我讲吼。两个人也是无话，金笑就佫讲，若要输赢比拳头吼，着去京口吼，去争石狮啦吼。京口迄庙口的意思吼，去遐争石狮啦。9:15，现野者。即声毋是两个人吼，在场逐个拢笑出来。当伊闹的时阵，阿飘带两个先生吼，踏入门，金笑才要开喙，随又搁定去吼，因为即当阵管事的一头弄入来吼，上气未接下些嘛，一口气喘袂过来。伊讲老头家，金笑这两年吼，大箍变足大箍吼。伊又搁欠吼，洋服西裤一概搁放吼，伊对伫放互看吼。伊的皮肤极白润吼，走起来比谁着拢搁较饭桶吼，真无容易吼，弯弯弯弯来到内房。阿爸，看阿爸啦吼，老人的双眼一直吊起。即当阵对学校赶转来云川，也带细汉囝对后壁的即个后园小偏门入来。云川除了挂金边目镜，其他的新娘、服饰甲因兄哥相像，只是腹肚较无遐大圈吼。两兄弟仔坐弯身摸老人的手，阿爸、阿爹、阿公吼，大细汉都化做伙。做伙出声话吼，一房间的人连声咧叫唤，老人并无搁开目睭来，随声赶到的医生一个号码吼，就是闸码啦吼，一个处即个听诊的营区，囥伫个营坎顶头，怎样还佫开无？还佫咧跳无？还佫有救无？吼，逐个安尼问。过长工。往记所有的店面甲云川的3楼洋房，拢打出严济两个白纸乌字吼。连着几日，嫁出去的查某囝、囝婿、外孙，拢转来祭拜。孙新妇长工、十七仔、姻亲、五族以内所有关系、无关系的人，拢找着机会出骹出手吼。顶下逐个拢无闲吼。第三工，钱币也直直倒伫咧大厅前吼，直直倒伫大厅前吼。骹底是往甲女冠连日连夜制好的莲花元宝。歹势，我手机啊吼，因为我毋知要安怎设定吼伊的，我讲话伊对。若敢若跳来跳去，骹底是因往甲，往甲是啥物意思啊？女冠吼，逐个连即历年吼赶工制出来即个莲花元宝，
一落又搁一落。四周围拢摆满纸做即个制品，地上涂骹摆一个金鼎，不时咧烧即个棍纸吼。古堡内靠大歌，高场馆内叫舞剧，外省日女，袂听煞亲情一个一个来就对了吼。每一个人落来点香，含伊讲话吼，死后为神保庇大家平安。现呀，我即个要安怎甲记起来？摆过的香，一丛一丛必互等入去金鼎，好愈烧愈旺，穿起来即个烟味吼，即要安怎讲？缭绕，一时仔翻袂过来吼。后来就去用树林会喘气的气内底气呢吼。偏厅即边，金色兄弟请陈其来商量来参详陈其咧迄陈不来吼。一时会就是专门咧看风水的，一时要入殓，入殓大概要安怎讲啊？我煞袂记，要收啦吼，大概是讲收啦吼，收入观察。迄一工对一工要出山吼，等等吼。文川是新派思想，伊讲我是无赞成看日啦，随时拢会使办。金笑讲我并无坚持，但是礼俗无顾吼，就会互讲对吼。一边的陈其就出声讲，照讲我是不该来，我早就毋是以此为业，但是金笑小学6年含我做共一道吼。总是难催之情吼。以前我学的是世间法吼，初级避凶，易经易为君子庙吼，易经啦为君子庙。现在我修持出世法，了脱生死，是欲丈夫，就是讲人生是重寝大梦吼，人生是长长的困的大梦啦吼。两兄弟有一支仔听会当入院，又搁有一支仔袂忘吼。陈其又搁讲，恁两个人所讲的也对也毋对吼。毋看你是正确，但是必须是正康之人吼，也就是讲钱财、囝儿某囝、官位，拢无藏伫心内的人，因为知影讲这是资源汇合，省过长空而已，省过长空敢会留。胜过长空吼，兄弟仔两个，你看我，我看你吼，毋知要安怎用吼。若抑阁有即字汉字看无吼？就命运若有追，即字是啥物？我连华语都袂晓读吼。就命运就互业力牵着，着用有为法吼，因为一有在所，即我嘛看无吼。即种会了袂尽的事，一时仔嘛讲袂清楚。两个人送走陈其，真当心肠咧乱。管事的阿宝对后骹踏前骹来赶到头前讲：头家娘请头家去看，是啥代志？老头家前头仔阁会猫，我嘛袂晓讲。兄弟两个急行一面行一心不免起落落吼，来到前厅即一看，悄拢人过去。老好仔人，即个身躯弯翘吼，长看仔坐起来，伊先是目睭落下，就问一句讲：我是困几暝日啊？就等我现遐，也无人来叫我食饭。众人即时拢无讲话，所有诶若后拢共一个拢失声吼，只是目睭无人理吼。老好仔坐好了后，佫讲：咦，即班好料先上顶奖啊咧！
伊一面监生迄个房啊吼，一面毛长房。当看清目睭前一群人的时阵，就笑起来讲：哇，恁逐个食够啊！啊，放贴啊嘛无遮尔济，即堆人是咧创啥？啊，因为证人无一个甲伊，伊阁生气问讲是：哦，我明明就伫咧房间困，是啥人食饱想甲我转来即个厅头中。伊活心要徛起来，却是一阵的即形吼，头翕啊，看到骹前满一碗白饭，顶头佫插着一双猪，边仔佫一粒鸭卵，伊就讲啥人遮个无规矩吼，猪是袂用客安尼，吼，自由不发约坑，袂用坑安尼啦吼，猪是袂用坑即款啊，啊毋是讲过，迄是要互死人用的呢。阿瑞也看了遮，赶紧群情来搀扶吼，讲阿爹你逐来。老人坐好了后，就讲我是几顿无食咯，哇，肠仔肚咧烧过呢。伊一面讲一面捧饭碗，啊，摕着即个碟吼，要白饭。想会阁问一句讲：阿瑞啊，我则要问你咧。因今仔日是煮啥物菜，哪会毋捧来？孤独一粒卵要互我配。两兄弟仔大门顶的即个白纸，才拆落来无几工，全白水乌咯，逐个拢知讲钱白啊，又搁挖过来咯。因娘咧，有钱放了会过亏哦。我则毋信阎罗王永远袂收伊。哦，就是全家人逐个出面头的逐个咧好啦吼。毋知红包有效无吼？哦，听讲迄碗骹尾饭白甲足活香咧，差点仔去加着咧。但是好奇好怪吼，原本欠长内度的老人吼，自迄天醒来开始拢变款吼，伊透早透暗吼，拢咧找食的。菜拄好来，所有的山珍肉，伊拢用大碗讲填满吼，大只现只啊。大只大步吼，两三点钟过了后，就搁走便所，然后就搁开始敲菜厨。伊无爱饭菜别项吼，伊无爱饭菜别项，若毋互伊就大吵大闹。一庄头的医生拢请来看过，竟然结论拢相像。既然胃口好，精神好吼，胃肠也无发炎，其实嘛免操烦，老来随在伊欢喜啦吼。钱病就如此这般吼，乱了60-70工，兄弟仔两人嘛无对策，偏偏就无喙齿的人咧讲一寡闲话，讲哦老爸囥一堆家财互伊，啊加遮规顿还是有收啥啦吼。莫讲5-6顿吼，一日照24顿，嘛食因袂倒。即时阵钱伯啊，都伫咧金色啊迄边吼。较早以前伊拢真少起来，过来云川即边吼。第二即边、迄边人来人去，伊爱闹热啊，而且金银甲伊对坐吼，时常一工拢讲无两句话吼。金银是黄金银啦，就是咧校长因某啦，拢无讲无两句话。第二。共款请人煮饭吼，阿蕊啊有闲无闲，拢会亲手捧上桌，请伊承用。啊，黄金面呢，就时常由煮饭的人来招呼伊去食。时间一久，伊就规气讲：啊，我已经老啦，骹嘛畏行，骹无法度行吼。以后拢踮咧即边食啦吼，踮咧即个金色啊大囝即边食。为着要公平吼，轮着双就双捧来吼。如今众人乱了方寸，也毋知款待伊要食啥，也毋知要款待伊食啥吼。饭菜照常摆伫桌，老人只敢若爱食猪肉，三顿以外，伊就超平金桥即边的菜厨吼。即工钱伯啊找人甲金桥叫来头前，金桥则拄好，因也拄好转好吼。七起即个猪年1年啦吼，又搁挂起咧树前头啊，一看老人，敢若是无心思的囡仔面吼。
阿笑啊，你有咧听我讲无？金笑着小可仔甲腹肚收起来，溜溜啊弯压腰去就老人的心，讲：阿爸，你要交代啥物？老人想一下，伊才讲：你有信无？我前一阵仔去拄着恁阿公啊。咦？啊，恁阿公今年几岁啊？金笑啊，心一沉吼。阿公毋是已经死120年啊。伊倒抽一口气，伊才讲：阿公100岁啊。哦，老人着点头，伊着学落讲：哦，你记性好，哦，你记忆好，叫你记啥无重担。我算来算去吼，无加无减，足足100岁。29分吼，我搁看觅。好，搁甲看咧吼，哇，这后壁搁精彩吼。老人认真咧讲吼，金笑嘛认真咧听。即段事你以后讲过一寡543，无头无尾，不着边际了。不着边际的话哈，众人只是感觉讲无碍，嘛无你甲要伊。啊笑啊，恁阿公吩咐讲叫你甲所有的时阵拢卖掉啦吼。迄寡吼，后日仔嘛是笑，无好算。金笑一时则无回答吼，伊家己阿爸毋知你啥款的情形，在你讲即寡话，若无清楚，伊是要讲啥吼？详细原因阿公敢有讲啊？哪会无？老人着叮当伊的下海，伊着讲，伊是一步一句特别交代，着讲互你听，讲互你知。阿公有啥物看法？伊讲，人若3顿无法度来做望鱼赢生，总是有话讲，天也无绝人生路。若一旦富裕，则搁来趁即种杀生的钱，实在是无意思。金笑已经是满身重汗，讲袂出话。若趁失得钱吼，着出头这年啦。恁阿公吼讲伊拼老命，才回我一面。来，即句话无论如何吼，你着爱记伫心，袂当袂记。金笑一面拭汗，汗也是一直流吼，一直流吼，一领内衫冻去一半。伊溜溜仔小想者，伊才小细声应讲：哦，我知影。阿公。搁交代别项无？老人唉声吐气讲：我嘛想要加问几句啊，但是伊迄个白头毛、长喙手的老伙仔，着一直甲赶，一直甲赶咩，一直甲催咩？是啥物人啊？一个老阿伯啊，有够老啊！问伊几岁，讲啥也袂记诶，讲啥袂记咧？啊，干那会当催我讲紧赶咯？啊，到一个所在，我从来嘛毋捌去过，伊着甲我催煞，甲杀者，喙呢佫念讲：往日啊，赶紧转去吼，食到会所才来，天地拢无亏欠人。讲到遮，老人就无佫讲落，金笑听了一长入耳，哪会当停吼？然后咧，老人就讲：我着看着恁一堆人徛伫咧听头咩？金笑就无佫出声吼。好，32分咯，超过2分啊，咱后回再佫继续读啦吼。感谢各位。好，今仔日人无遐闹热，但是咱有录音啦吼，因则去听，啊，咱后回再继续读落吼。好，各位，祝各位平安，我要来关房咯。